这盘呢瓜，你那嘛有历史遗产你咋不带？老爷嘛还你瓜，有伢韩国花起是价格巴拉那嘛别个，乌沙白克瓜比在地瓜一年三个胡拉咯，一那加米瓜比三个你下了，一那他妈伢阿得一瓦瓜比吃着来着十咋瓜，大嘛上啊咯，一伢很土瓜花是呢，嘛都啥了，他妈的某个干那他乌沙，你家来可是呢，一伢三千块，乌沙呢。人家这里缺学咯，这里三千块，也无啥你了缺学巴拉嘛他妈呀，我喊你管伢嘛啥，我喊你管伢咋干起多干起个来也干起嘛喊你俺咯，我来俺们伊那他妈呀，爸爸无啥你家来可是呢无啥你接着那嘛别个伊伢4月咯，这里4月嘛不多，一代爸爸无啥呢。嘛叔叔一三下雨干咯，我刚才他一旦花嘛么，他来给呀咯。53年了，确实53年家了，可是在53年嘛么也子，别白嘛，伊那家米瓜被年有，所有嘞韩国三万皮拉子。侬伢53年了，确实呢53年家了，可是呢侬53年个16年别白的伢，53年侬在嘛么也子，别三个年下咯。一代来嘛啊，一代来嘛啊，一次在来了，侬话喊你过去，爸爸我3年妈母也子也家了，侬话喊你过俺们阿克干钱嘛喊你俺咯，咋干钱多干钱嘛喊你俺咯，原来也干钱嘛喊你俺咯，都啥都干钱嘛喊你俺咯，特别是喊你过俺们，侬话带爸爸我3年家来快了。侬话阿克嘛没说的，没有瓜别没哈啦我，明天他妈的一家呢没付干我，偏付干我别一代下头了的。去年瓜别侬伢话记得是你离他妈下别白的，侬话伢爸爸我啥白可的拿落咯，一直嘛别你别白的伢侬话他妈伢，一伢明年假期都花到这个学吧，天天我记得是你爸爸我啥白嘛白可的那是离他妈下一半。一年是有那个咯，一句他妈的一年是有那个咯，他嘞是有那么一句话，侬话他妈伢一阿婆阿爸一那里边，一俺们50百克的那咯是53年了的4月咯，他嘞4月嘛不到侬话呢一天天的俺们，明年的50的白么看他，一家呢没户干他，爸爸50年，一代妈妈一直修了咯。家米他妈瓜被年有50还来是在1年3个年下了，年有呢，老爷嘛喊你瓜爹爹了，明年喊你他妈呢，特别没瓜呢，阿克一下嘛喊没着了，特别没瓜呢，阿克咋个去多个钱嘛着了，听没嘛是的可，个人啊米年有的爸爸50年是有指点咯，侬话的是有这么那边，年有的啊米，今年离下子你下了。你有伢爸爸50百克那是你今年离下呗，今年我机关但是你今年离他妈的下是你价格呗，嘛俺伢明年干起都干那说过错呗，明年咋干起都干起，明年个来花嘛光，所以提早下伢我你早下伢我啥早说摩托只要伢我摩托比不是你，明年光嘛干那说过做把也是你错也呗，爸爸50百克那是你。我记得是你今年里他妈的下是价格吧？你有呢是有那么些人啊咯，50百克他妈把家的，侬别个花起来都皮了子，是有把那都皮了子，一那年家嘛的是有咯，53年家的可是一年3下可过呀咯，侬话一直瓜，一年今年瓜比里他妈下嘛呢，一可俺娘故事呢，50的一直的。去年瓜被第一个是呢，50百克那是呢，50的下子嘛话，结果天天的是呢，一年去年里的下喽，他妈的一碗吃的来的给下完喽，50一碗的妈母也子，侬的俺们爸爸50妈母子呢是，侬话裤子做，侬话天天了做的爸爸50妈母子呢是，50百克把家的侬那把拉子，超学把拉子，明年白么看嘛瓜被里也都皮拉子。50把那没啥把家嘛，50还来说，54啊，皮拉这边50百克瓜比，一拿家姑，侬话家姑瓜比花钱那么别个，你瓜比1年3个付啦咯。